快唔快樂雖然好主觀嘅，但有人話啦，澳門快樂指數唔夠高，亦有人話而家喺澳門生活已經快樂過舊陣時啦。今日呢，兩個出席公聽會嘅教授都講到快樂指數。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馮家超話：快樂呢係一個選擇生活態度嘅問題，無論收入高都好，低都好啦，要揀啱生活方式先至快樂㗎。可能你好有錢腰纏萬貫，但係你原來選擇自己嘅生活方式，原來都係比較潦倒嘅話呢，我相信你都唔係好快樂。馮教授亦都話，政府同特首候選人都要俾多啲選擇大家，無論喺生活空間啊，以至就業職位啊，都要有得揀。咁都係一個生活嘅選擇，咁俾多啲地方俾大家選擇，俾多啲職位俾大家選擇，俾多啲前景就業嘅前景俾大家選擇。多啲選擇嘅情況下邊呢，自己會揾到自己嘅位。只要揾到自己嘅位嘅話呢，作為一個年輕人又好，作為咩市民都好，我相信佢會快樂嘅。同場嘅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陳志峰話：年青人多數比較有批判性嘅，佢後生嗰陣都係咁，但要努力奮鬥，做出成績，就自然會更加快樂啦。